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37节到45节。出埃及記第16章第1節到21節。哥林多後書13章第5節到第10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嗎哪甲信心。以色列人无水通啉，因就埋怨上帝；无物件通食，就骂摩西，而且讲阮伫埃及有肉通食甲饱。以色列人为着这，宁可伫埃及做奴隶，嘛无爱跟对上帝的脚步，来经历旷野的恩典，领受上帝吗哪恩典需要信心。因为吗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完全生分的物件。首先，咱知影因从来毋捌看过这个形状，嘛从来毋捌食过这个物件的味，嘛毋捌知这种的食物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因还阁需要来学习顺服。因为呢，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讲，每一工敢会当扣一工分啦，你若加扣的，就会歹去。但是呢，按休日前一工会当扣2工分，而且佫放还阁袂歹去。第三，信心的功课是因所需要每一工食，每一个月拢食，一食因就食安尼40年久，一直到因进入伫这个迦南应允之地迄一天。上帝并无亏待以色列人，嘛无偏心来对待因。上帝要求以色列人着爱来遵行上帝的诫命。伫昨咱所读的经文内底安尼讲，上主伫遐为着因定着一个规例甲命令，伫遐甲因考验。上主讲：恁若注意听我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做我看做正直的事，真正听从我的诫命，遵守我所有的规例，我就袂互埃及人得着的病伫恁的身上来发生，因为我是伊伫恁的上主。这是伫出埃及记第15章25节到26节。所以，除了泉水以外，上帝还阁伫因的物资欠缺情形内底，提供因的食物，就是吗哪甲盐豚。不但安尼，也亲像牧师一再强调的，出埃及记的10个灾难，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种10个恩典。相款面对的疫情、困境甲灾难，埃及的法老王因所挖去的是因背后最的偶像神明。但是以色列人就是照圣经所讲的，顺着摩西所介绍上帝的诫命来信靠伊。这就是信心的功课。因为希伯来书11章甲咱讲，信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的肯定。这正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伫咧领受上帝吗哪甲盐豚的恩典的时阵，所需要展现的信心。圣经记载讲，以色列人全体会众对以琳出发，伫离开埃及了后第2个月的15日，
到伫伊林甲西奈的中间新的旷野，因伫遐埋怨摩西、亚伦，以色列人甲因讲：阮宁可伫埃及死伫上主的手头，迄时阮有规鼎的肉，有饼通食甲饱。恁甲阮带到即个旷野，是要互阮所有的会众拢死是无？上主对摩西讲：我要对天落绵牛互恁，因逐个人逐日着出去捡一日的份。我要安尼来试验因，看因要遵行我的命令啊无。到伫第6日，着准备2日的食物，甲捡因平常时的装备。摩西、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讲：当今暝恁就会知，带恁出埃及的地的是上主。明仔早起，恁就会看见上主的荣耀，因为上主有听到恁对伊的怨言。愿算什么？恁竟然卖怨怨。摩西佫讲，上主会互恁暗时有肉通食，早起时有米牛通食甲饱。因为恁对上主的怨言，拢有听到。阮算啥？恁毋是埋怨阮，是伫埋怨上主。摩西甲亚伦讲：你着叫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来到伫上主的面前，因为伊已经听到恁的怨言。亚伦拄得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讲话的时，因看见旷野有上主的阳光伫云中来显现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。你着甲因讲，到伫黄昏，恁要有肉通食；早起时有米牛通好食甲饱。恁安尼就知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暗头仔有烟吞飞来，盖满规个营地。透早营地的四围有一层的露水。露水打去，因看的，着伫这个旷野的地面上有细细圆圆的物，幼幼亲像霜。以色列人看着，毋知影是甚物，因着讲来讲去，这是啥物？摩西甲因讲，这就是上主互恁食的米牛。上主安尼吩咐恁着，逐人捡会当食的分量，一个人2公升，照家己家内的人额去捡。以色列人就照安尼去做，有个人捡济，有个人捡少。用器皿去量的时阵，捡济嘛无剩，捡少的嘛无欠。逐个人拢照因食的分量去捡。摩西甲因讲，毋通将剩的留到伫过早起。毋过有人毋听摩西的话，将剩的留到过早起，就生长吵去。摩西就对因发怒去。因逐早起就照逐人食的分量去捡，日头一日出，遐个牛虱就扬去。神是对上帝的信靠、信赖、交托，常时嘛是一种自我反省的快乐。因为相信上帝，基督徒就会应该时常反省家己，看看咱家己的生命是毋是有下伫上帝的恩典，安尼就知上帝吩咐旷野中间的以色列人必须爱遵行伊的旨意，
只有有能力来反省家己的人，才会通慢慢来对着上帝的脚步。保罗甲哥林多教会所写的批信中间，安尼来劝勉，恁着审查家己，看有照信仰的生活无，着考验家己。耶稣基督伫恁内面，恁家己一定知，考验无通过就免讲。我毋望恁知，阮考验拢有通过。阮祈求上帝，互恁袂做毋得。这毋是要表示阮考验有通过，是要互恁做到的代志。因为阮互人看做考验无通过嘛无要紧，因为阮袂当做违背真理的代志。只有拥护真理，阮软弱，恁坚强，阮就欢喜。阮所祈求的是恁会当诚做完全，因为安尼，趁我无伫恁遐的时写这个批，才免我去的时，用主互我的宽平严核来对待恁。这个宽平是要建立，毋是要来拆毁。基督徒必须会通经历着考验啦吼，会通有正直的行为，才会当称做上帝的儿女，才会当军队的上帝来进入伫迄个应允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恁着感谢上主，着求叫伊的名伫万民的中间保养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伊唱歌学乐，讲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，着夸耀伊的圣名，愿找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。着我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时找求见伊的面。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少念伊奇妙的作为，少念伊神迹，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37节，伊带因出来，带银带金，伊的支族中间无一个软弱。因出来时，埃及人大欢喜，因为埃及人真惊因。伊用云甲因遮，米是用火甲因照。因一个球，伊就互烟吞飞来，佮用天的食物，互因来扒足。伊开石盘，水就冲出来，正做河流流过旷野。因为伊会记得神的应允，会记得伊的仆人亚伯拉罕，伊带伊的子民欢欢喜喜出来，带伊竞选的子民唱歌欢喜来向前行。伊将列国的土地赐互因，互因承接别个民族劳苦得到的财富，通互因遵趁伊的规例，遵守伊的律法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有坚定的信心来换靠你，互阮莫掠做家己是义人的态度来拒绝你的恩典甲你的呼召，互阮会通谦卑来领受你所赏赐的玛纳恩典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